有兩個人旅行途中覺得非常口渴，但係自己帶嘅水咧就飲完咗啦。好幸運，佢哋係發現咗一口水井，佢哋都急不及待咁攞杯出嚟載水飲啦。其中一個攞咗個好靚嘅杯，另外一個攞咗個好普通嘅杯。攞住個靚杯嗰個咧就自己覺得自己好有品味喎，就好驕傲，虛榮心就得到滿足。另外嗰個咧就覺得自不如人，就覺得好自卑啦。羞恥心令佢陷入無謂嘅煩惱，但係佢忘記咗自己需要嘅係水，而唔係載水嗰隻杯。活得快樂幸福係在於個人心態，睇清楚自己想要啲咩，唔好俾嗰啲唔重要嘅嘢嚟到困擾住我哋。所以我告訴你們，不要為生命憂慮，吃什麼，喝什麼；為身體憂慮，穿什麼。身體不勝於飲食麼？身體不勝於衣裳嗎？馬太福音6章25節。